大家好，我係 Kit 姐。95%嘅人都唔知道牛奶加麵粉就可以做一個好軟熟嘅吐司。焗完咗之後呢，隔籬鄰舍聞到都會過嚟問你嘅。試過嘅人呢都翻唔到轉頭。聽日早餐想唔想食佢啊？點收藏？今晚就開始動手做啦。呢個係要用嘅材料：攪拌盤我哋加入高筋粉500克。酵母6克，砂糖50克，混合咗之後加入蜂蜜30克，煉乳24克，牛奶380克，我呢個室溫牛奶嚟嘅，同埋淡奶油50克。如果要做一條吐司嘅話呢，用一半份量就可以啦。廚師機先用低速攪成一個麵團，轉高速揉出粗膜，加入鹽6克，軟化黃油40克。打自由手套模，我大概全部用咗25分鐘。由於呢個麵團呢係高含水量，所以呢有啲黏手，可以手沾上啲水防沾。收完麵團，按扁噴水，一發溫度30度，濕度80%。完成一發之後，用個手指頭沾啲粉，吉個窿，冇明顯反彈嘅就係發酵好啦。如果仲係有啲沾手嘅話呢，個手打啲乾粉，拍平拍走空氣，然後分6等份。因為我呢個做吐司，所以我係整一個長條形嘅。鬆弛20分鐘，蓋上保鮮膜，防止風乾。鬆弛好嘅麵團順序攞，上下都要灑啲乾粉，防沾。輕輕按壓之後，乾麵醬乾上乾落。拍走側邊嘅空氣同埋大氣泡，翻個面，然後用啲手指呢，沿住軟嗰邊慢慢捲落嚟。捲一下嘅時候呢，用個指頭按一下，咁樣捲起個吐司呢，就避免咗有大氣孔嘅出現。捲好之後，放入450克嘅吐司模裏面，用個手按平均，就唔使話發酵嘅時候呢唔成形啦。咁如果要做核桃嘅話呢，我就撒啲核桃碎落去，一樣都係咁樣捲法。捲完咗之後，擺落450克嘅吐司模，烤箱要20分鐘之前預熱，上火190度，下火210度，二發溫度35至37度。濕度80%，發至8分滿，就放入已經預熱嘅烤箱，最底層調至上溫170度，底火190度，烤大概29分鐘。加入大量嘅牛奶，所以佢嘅含水量係超高。哇，攞出嚟真係好香。切嘅時候呢，你會感覺到佢係好軟熟，充滿奶香，甜度啱啱好。撕開嚟睇下，哇，啲顏色好治愈啊！有冇睇到好想食呢？有嘅話點個讚，鼓勵一下，關注我。哇，呢個麵包真係好香。我係 Kit 姐，下次再見。